南投德山三那溪的油横车昨中昼栽落山谷，一个人死亡，7个人受伤。其中这个死者66岁，住伫个中华电中，是公务人员退休，人真客气。甲61岁太太感情真好，常常到三那溪爬山。这个专工坐油横车，想袂到拄着死劫。另外，也有来自中华的5只弟仔，嘛是感情真好，常常相带出去佚佗。即届到三那溪看花，想袂到出代志，尤其是小弟伤势严重，目前要伫个加护病房得观察。三那溪油横车昨中昼发生严重的车祸，载落去20公尺深的山沟，造成1死7伤。过身的是中华电中66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，甲61岁姓罗的太太真爱爬山，时常去三那溪。想袂到，佮因太太去三那溪坐油横车，要去看水墙的时，出车祸头壳受伤无命。那变成安尼，我嘛唔知影。这对翁我是足好的，嘿，啊做人嘛足好的。伊在想爱送因某去上班啊。死者家属表示讲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甲因太太有3个囡仔，囡仔拢大汉啊，家庭真美满，对人嘛真好。昨早起才甲因翁仔某开讲尔，下晡就听到不幸的消息啦。死事油横车顶也有中华旗姓5个5只弟仔，这5只弟仔感情真好，时常约出国去佚佗。这摆约去三那溪赏花，坐油横车要去花卉中心，拄到意外。下坡呢，那也足紧的啊！他就刹不住的，先去弄掉，直接冲山谷。5甲5只弟仔上严重是这个上细汉的54岁小弟，边仔骨正脚有骨折，肝毛伤到，即马伫加护病房。64岁这个大姐头壳毛外伤已经出院，60岁二姐伊的倒脚有骨折，58岁这个三姐正边胸坎有弄到会痛，57岁这个四姐胸坎毛弄到，边仔骨折顶拢要离病院。受伤的部分目前都还蛮稳定的，县政府绝对也会尽所能的，不管在医疗上面或者后续的部分，再来给他们关怀。警方嘛到现场去调查发生车祸的原因。那目前都没有工作超时以及酒驾的状况。那后续是不是有机械的车辆问题呢？那就带由警方做后续的鉴识工作。园方强调讲，园区内所有的油横车拢总停驶，会配合检调的调查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